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停通的时间呢，我会阿快先生今日会教大家芭蕾舞的伸展运动哦。一开始呢，还得将两只脚打开来，大家手呢放在后背，撒下来，停先生向下来做哦。会记得扣起哦。加油，过来！下一个竖高，打过来。眼神，轻轻的弯边，转过来，起，数，退起，伸出去，轻轻的弯边。转过来，起，跳起，再一摆，竖起，右边，伸直，转，打过来。起，跳起，过一摆，右边，前面，轻轻的转过来，弯，上，打过来，第四摆。转，轻轻的弯边，转，一，打，跳起，起，快，右边。起，下来，起，打过来，转，扶，下来，再摆起起，快，上。过来，第四摆，快，转，加，下来，起，往前，起，跳起。前
向前，五，数下落跳起，第300，跳前，5，跳起，第400，往前，起，打开落，来休息一下。好，听听欣赏，下一个动作会开始。会记得跳起哦。第200，第300，第400哦。跳起一下数两个身体向右边伸穿站向前，轻轻地转到一边，身体打开来张数下来跳起数两个，眼神右边向前，轻轻地转过来，身体打开来中间跳起300，眼神右边弯边身体打开来徽章数跳起第400向前转过去打开来数跳起打开来数边两旁身体回来下来再数打开来打开弯边打开来数下来数两个向前打开来数跳起再数个向前倾go下来再数个向前倾起打开来再数个向前倾
，and 大壳雷，and 树，还再一摆树大壳雷，and 开，右片，and 骨雷，树下雷，再一摆树高，and 大壳雷，右片。and 骨雷，树下雷，再一摆大壳雷高，and 开，左片，and 骨雷，树下雷，好，接着来数四，左树高，and 下雷，右树高，下雷。两扎树高，条线的动作读好过的嘛，接下来天天欣赏学新的动作个。首先，我哋将两只脚，好，伸出，两扎树不用松，好，接下来嗰度係腳嘅動作個，大家去看一下。苦，腳趾，苦，伸直，苦，腳趾，苦，伸直，三，腳趾，苦，伸直，四，腳趾，苦，伸直。苦，接下來一個七條會轉過來 ，and 伸直 ，and 苦，七條打過來 ，and 伸直 ，and 聽一擺，轉，伸直 ，and 苦，打過來，直，第三擺苦。轉過去，伸直 ，and 苦，打過來，直，第四擺，苦，轉過去，伸直 ，and 苦，轉過來，直，接下來會加速哦，天天欣賞向下做 ，and 打加速 ，and 關風來，伸直，眼神一次次地打開來向前 ，and 數 ，and 彎，打開來伸直，再一擺 ，and 打開來，關風來，伸直，背攏一次次地向前數打開來。and 古嚟 and 數打過來，第三擺 and 開，關風來，伸直，眼神向前，伸直，數打過來 and 數 and 古打過來，第四擺。開，關風來，伸直 ，and 眼神 ，and 過來，數，打過來 ，and 數。下一個動作，腳向前數打過來 ，and 數，向右邊打過來 ，and 數。後背 ，and 數，輕輕地鼓一下 ，and 再一擺前面數，右邊數，後背數，鼓一下 ，and
无相同哦。and 竖的开下 ，and 右片竖的开下，后尾竖开下，第二摆脚向前，屈，右片屈，后背屈。and 再开下向上，会跳起哦。and 反动作的哦，向前屈，打过来，竖过来，右片屈，打过来，竖，后背屈，打过来，竖。开下 ，and 再一摆 ，and 屈，打开来，竖，右片，屈，打开来，竖，后背，屈，打开来，竖 ，and 开下。有反动作的哦，向前，屈，后背的脚顺刺 ，and 竖过来，弯后背 ，and 屈，前面的脚竖过来，右片，屈，左片，竖 ，and 左片，屈，右片。竖，当一摆，前面，屈，后背的脚顺刺，过来 ，and 后背，屈，前面的脚，过来 ，and 右片，屈，左片，竖 ，and 左片，屈，右片。竖，和爱点双手打开来，休息一下，爱点为弯片做动作的哦。and 脚上膝再摆，你上膝第三摆，你。上、膝、一起跳，关风来 ，and 唇齿 ，and 屈，打开来，唇齿 ，and 第二摆，关风来，唇齿 ，and 屈，打开来，竖，第三摆，脚。唇齿 ，and 屈，打开来，唇齿，第四摆 ，and 转 ，and 齿 ，and 屈，打开来，唇齿，接下来一加速哦 ，and 开 ，and 关风来，唇齿，眼神向前，唇齿竖打开来。and 过来，竖向前，打过来 ，and 竖，第二摆，竖，关风来，下，眼神向前出齿，竖打过来 ，and 竖，打过来，第四摆 ，and 屈。and 唇齿，眼神向前竖打开 ，and 竖 ，and 竖打开来 ，and 好，好竖两个，休息一下，你翻动作的哦。
做脚开始向前，按数加速，左片打开来，按数后背，按数按开一下，轻轻的跳起，前面数。按数，后背，数，开一下，按再摆，前面，数，左片，开，数，后背，数，开一下，会弯动作的哦，按前面，开。打开来，数，左片开，库，打开来，数，后背，库，打开来，数，按开一下，会弯动作的哦，按前面，库，后脚伸直，数过来。后背，库，顺刺，数过来，左片打开来，库，右片，数，右片，库，左片，数，张一摆前面，库，后背，数。后背，库，前面，数，左片，库，打开，数，按打开，库，按数，好，数是做数，按下，右数。下，两只数，五。今日的动作有学会无？记得明日要天天线上运动一下哦，也给身体同精神会变加更好哦。停通，我哋下摆见，拜拜。